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4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49天。这个乌军显然还在库尔斯克积极的活动啊。这个泽连斯基说库尔斯克的进攻是成功和有效的。库尔斯克的武装自由联盟行动没有让俄形成他们所期望的进攻的拳头，超过6.7万名俄人员在库尔斯克方向，他们正在完成向苏梅方向进攻的调动，因此他们不得不稍微改变计划。在比尔格莱德方向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出现了一些进展，我军士兵也就是乌军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导致部队部署紧张。说关于比尔格莱德方向的步骤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迫使俄人就是俄罗斯部队在哈尔科夫或苏梅方向不要形成任何拳头，也就是按照泽连斯基说法乌军进攻比尔格莱德是要分散俄军的注意力因为俄军在库尔斯克集结了将近7万人，准备要进攻这个苏梅和哈尔科夫。这个实际上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上将在最新讲话中也透露了类似的信息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谈到俄军对苏梅和哈尔科夫2周的进攻已经开始，目的是在苏梅、哈尔科夫或切尔尼戈夫建立缓冲区。这个谢尔斯基说对我来说公正的和平就是我们到达边境并升起旗帜，这是最终任务。谢尔斯基称俄军已经开始进攻苏梅和哈尔科夫，网络上有不少信息，不过跟以往一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进展，顶多是个别定居点的意识。俄军的进攻强度变大，但在多重因素制约下，包括缺乏足够的炮兵火力、装甲车辆以及乌军防御能力提升等，俄军现在实际进攻能力不断的被削弱。有消息显示克里姆林宫并不愿意真正停火，而是准备发起一次长达6个月到9个月的大规模进攻，目前还不确定该消息的真实性。根据公开信息来看，尽管俄军的战斗力在变强，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加持，诸如每个月投掷数千枚滑翔制导炸弹，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武器和炮弹，滑翔制导炸弹遭电子干扰，乌军目前弹药和人力相对够用，仅仅是够用不是说想用多少用多少这种概念。如果俄军真要发起一次为期至少半年的大规模进攻，初步判断会遭到重大损失，却不会有太大进展，尤其是难以夺下重要城市。这3年来这个俄军的这个战术也比较简单，就是先拿大炮轰一遍。那个拉平上将现在生死不明也是有传言说他死了，但是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布。这个拉平上将当初一天就打6万发炮弹，就是这么豪横，把你那地方打成这个废墟，然后再人肉进攻显然打了3年以后俄军已经没有这个足够的资源支持这种打法了。乌克兰第225独立突击团士兵发布视频展示其在比尔格莱德州的行动。俄军耗资逾100亿卢布打造的所谓现代可靠防御工事已被彻底突破。这个当年绍伊古花了100多亿卢布沿着乌克兰的边境线打造的这种防御体系就是这个龙牙防线加上反坦克壕，再加上那个水泥棺材，然后再加上那些什么挖的战壕，这个多层次防御体系，钱没少花但是对乌军来说就稍微一打就突破了，势如破竹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钱又是白花了。我们再看看在赫尔松州2枚乌克兰制导炸弹击穿俄军第81自行火炮团指挥掩体的屋顶，这个可是精准打击2枚乌克兰炸弹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掩体，使废墟燃起熊熊大火，并将前门炸飞至250英尺之外。这个炸弹精准的命中目标，穿透混凝土指挥所，并将其彻底摧毁，至少20名俄军当场阵亡。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乌军最近他主要是盯着这个俄军的这些炮兵单位进行打击。这个双方其实都差不多也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士兵意义不大，他主要是打击这个对方的火炮，因为火炮对自己这方的威胁最大。这个乌军有时甚至能够一天摧毁上百门俄军的火炮。除了反炮兵雷达之外乌军似乎还有其他的手段能够精确定位俄军
火炮位置，并指挥反炮兵火力迅速将其摧毁。第二个就是乌军的战斗机现在频繁在前线活动，甚至有消息显示挂载电子战吊舱的 F-16战机采用空中配置掩护携带制导炸弹的苏式战机，在前线给俄军指挥所等重要目标持续锁定。在支持者的帮助下，乌军现在看起来已经克服了俄军对铁锤炸弹和制导炸弹的干扰问题，打击效率极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杰尔任斯克的斯维尔德洛夫炸药厂，至少有3架无人机袭击了该设施，损坏了一座管道立交桥和2个车间。当地时间4月9号夜间，乌军同时向俄罗斯的13个地区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直指对方的军事基地和武器仓库。截至目前，库班、奥伦堡和罗斯托夫等地传出了不同程度的爆炸声，其中莫兹多克空军机场尤其强烈。根据俄罗斯媒体说法乌军本次发射了超过150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包括塔甘罗格、恩格斯和萨拉托夫在内多个俄罗斯城市传来爆炸声。乌军本次袭击的目标似乎是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奥伦堡州州长耶夫根尼·索恩采夫表示位于该州的奥伦堡2空军基地在夜间遭袭，但袭击被击退，没有牺牲和破坏。奥伦堡2基地靠近哈萨克斯坦，距离乌克兰边境很远，是俄军运输航空兵第12师驻地，部署有伊尔76和安12运输机。在恩格斯2空军基地遭袭后，原本部署在那里的图160和图95战略轰炸机很可能转场到了这里。我们看看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说4月10号凌晨，防空系统摧毁了42架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数飞机在布良斯克和卢卡加地区上空被击落。4月10日上午，库尔斯克地区上空又摧毁了7架无人机。据当地当局称，夜间事件没有造成破坏和伤亡。在别尔格莱德地区、克里米亚、莫斯科地区各有1架无人机被摧毁。这说明在俄罗斯前2天轰炸了哈尔科夫、苏梅一些城市之后这乌军立马进行反击毫不手软，毫不犹豫。所以双方所谓的停火显然是越来越远，因为双方轰炸是越来越激烈。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4月10号，英国和法国在布鲁塞尔主办自愿联盟会议，约30个国家的国防部部长齐聚一堂，讨论的安全保障和持久和平。这个欧洲人会那是天天开我说过了，既然这个法国和英国已经动了心思，已经启动了这个进程，那么迟早英法联军会先进入乌克兰。这个虽然他们感觉动作有点慢但是毕竟会到乌克兰，这个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应该就是已经这么定了。这个马克龙说近1个月来，俄罗斯不仅拒绝接受停火，还加强了对平民的轰炸。几天前又给乌克兰造成了伤亡惨重的悲剧。欧洲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战争的目标，并寻求能够确保乌克兰和全体欧洲人安全的持久且稳固的和平。正因如此，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拖延，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无条件停火。泽连斯基总统已于3月11日在捷达同意了这项提议。也马克龙在给俄罗斯施压，不拿马克龙当干部。这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联盟会议开始表示坚定联盟对保障乌克兰安全的未来力量提出了4大目标：安全的天空、安全的海洋、世界和平和强大的乌克兰军队眼看着这个英法联军就要部署到乌克兰，英法联军的这个脚步声已经离俄罗斯越来越近，所以这个俄罗斯人那是反应非常强烈。塔斯社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日指控英法在基辅秘密会议中制定多国维和特遣队的计划，实质是为军事干涉奥德萨铺路。他强调所谓志愿者联盟不过是网络传播的魔音，其行动将引发2战以来最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个俄罗斯人看的还是比较准的我说过了，这欧洲军队只要部署到乌克兰，实际上就是参战，你不管他怎么说，那迟早是要参战现在就是要找个合理的借口把英法联军部署到乌克兰。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反应非常强烈，俄方明确画下红线，任何外国在乌军事
存在均视为对俄直接威胁，可能触发与北约全面对抗。此前，普京曾警告，对俄干涉将招致闪电反击，包括动用核武。当然了，普京的这种警告也不是一次了啊，经常警告，哪次警告都是最后一次。当前俄乌局势剑拔弩张，西方对乌援助正从武器输送转向驻军计划。扎哈罗娃的警告不仅是对北约的威慑，更暴露了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战略分歧。这个爱沙尼亚现在硬气起来了啊！这个4月1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叫克列斯尼克表示，爱沙尼亚允许该国军方击沉可疑船只的举措，可能会使俄罗斯油轮船队在波罗的海的行动变得复杂。此外，这也给依赖海上供应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带来风险，这需要俄罗斯做出明确回应。你看啊，爱沙尼亚决定啊，在波罗的海鬼鬼祟祟的这船只啊，可以当即击沉。克列尼斯科指出啊，爱沙尼亚当局应该开始制定旨在提高本国公民生活水平的举措，但他们却偏偏选择加剧波罗的海地区局势。他讽刺地将爱沙尼亚允许军方击沉可疑船只的法律描述为疯狂的幻想曲。此前，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该国军方对波罗的海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商船使用武力。这个明眼人都知道啊，就不点名的就是指向这个俄罗斯啊，对吧？俄罗斯的船只进行摧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啊，这些指控旨在阻碍俄罗斯石油出口，并限制波罗的海航运啊，知道就好啊，就怕这个俄罗斯人不知道看不懂。俄罗斯电报频道大天使特种部队频道称啊，说英国有可能要把退役的台风战斗机援助给乌克兰，就好比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和挪威把退役的 F-16A 和幻影2000战机转交给乌克兰一样。英国首批台风批次的战机啊，一共有53架，这个数量还不少啊。如果全部给乌克兰的话，那么乌军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会有一支大约150架 F-16战机、台风战机和幻影2000战机组成的战术空军，对吧？这个150架那就不少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确认，计划继续与成员国密切合作，确保在今年年底向乌克兰供应至少200万枚炮弹。卡拉斯说啊，我们知道它在市场上有售，只需要一起行动，相信欧盟及其成员国有能力提供这么多炮弹。今年自成员国开始这项工作以来，乌克兰正在接收100多万发炮弹的过程中，包括采购和捐赠。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争取今年达到200万发炮弹。这个欧盟啊，关于炮弹啊，那还是雨点大，雷声大雨点小。他们自己生产啊，是达不到200万发的，顶多几十万撑死了啊，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采购。特朗普现在已经不打算援助乌克兰，或者是特朗普靠不住了，那乌军的炮弹怎么办？所以只能是欧洲啊，得想办法去采购啊。这个欧盟又向乌克兰拨款10亿欧元，仍然是利用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累计已经支付了50亿欧元，预计今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进入乌克兰，用来补偿莫斯科罪犯造成的损失。4月9号，德国未来总理梅尔茨表示啊，德国将履行国防义务，德国准备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欧盟应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征收关税方面制定统一的政策。梅尔茨向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警告什么呢？也就是欧洲要单干了。昨天啊，这个日本方面啊表示啊，愿意派他的军事人员到北约啊，到欧洲啊，去为乌克兰的军队啊提供援助啊，比如训练呐。那么这个俄罗斯啊也做出强硬的这个回应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加入北约协调任务、支援乌克兰军援与训练一事置评称，不论日本以何种方式参与向基辅供武，俄罗斯都将采取必然的强硬对策。扎哈罗娃说啊，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出警告，日本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对乌克兰提供如杀害俄罗斯公民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或协助乌克兰武装分子训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敌对行为。一旦上述情况实现，俄方将会采取对日本最敏感利益造成重大伤害的措施，予以强硬回应。你看这个朝鲜啊，这公然派部队到库尔斯克，对吧，在那儿参战，你说这个文明世界有什么脾气呢？顶多就是谴责一下。这个日本人说派几个人呢跑到波兰去训练乌克兰人，这个扎哈罗娃跳起来，对吧，要报复。这个事件啊怎么变成这样？就是大家都开始怕流氓，流氓有理。4月10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释了与美乌矿产资源协议中中断签署的原因。据这个观察家报称啊，泽连斯基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乌克兰不是一个三流国家。泽连斯基抱怨到啊，
他也就是贝森特啊，敲着合同说现在就必须签字。对此，我只能告诉他别敲了，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他可能期待着不同的对话，但我并不认为乌克兰是一个三流国家。4月5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期间破坏了本来应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据他称，一切准备就绪，可以签署美乌矿产资源协议，但泽连斯基却没有这样做。乌克兰代表团将于4月11日至12日访问美国，就美乌矿产资源协议进行谈判。据悉，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包括乌克兰经济部和司法部的副部长。这个如果特朗普还是一个叫趁火打劫这种心态，这乌克兰就不应该签啊。如果说特朗普愿意以某种形式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或者是给予乌克兰一些保障，对吧？那这个协议还是可以考虑。这个根据这个基辅独立报报道啊，说当地时间4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准备为美国未来的军事援助计划支付高达500亿美元。彭博社报道泽连斯基对记者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请求提供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愿意支付这笔钱，也就是拿钱去买要么直接给美国，要么作为尚未建立的联合矿产交易基金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表示拜登政府拨给乌克兰的援助资金尚未用尽，但乌克兰希望特朗普政府提供额外的一揽子计划，乌克兰将购买包括防空系统和其他急需武器在内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视为来自华盛顿的潜在安全保障。现在你也不能指望美国，指望特朗普能干出什么好事，对吧？如果这个特朗普答应敞开供应，也就是你乌克兰人、欧洲人拿钱来买武器他敞开供应，他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对吧？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矿产协议就可以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必要签。如果签了矿产协议，那欧洲现在帮你打仗，对吧？美国人什么都不出，美国人还在 PUA 打压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和平，领土换和平。完了，欧洲出钱出人帮你打，最后得到一个什么？乌克兰一个空壳，这个对欧洲也不公平。我们再看看几个跟大国有关的新闻。这个泽连斯基称把被俘大国公民参战的必要信息带给中方，在乌方声称俘虏了至少2名俄罗斯军队作战的大国公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4月9日进一步表示已掌握俄罗斯通过社交平台招募的155名大国雇佣兵的姓氏和护照信息，并且确认大国方面知悉俄罗斯招募大国士兵的行动。大家看视频Служба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здійснює перші процесуальні дії із полоненими громадянами Китаю. Вони в Києві спілкуються зі слідчими, дають інформацію про те, як опинились на фронті, як стали учасниками цього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злочину, цієї російської війни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Ми маємо інформацію також і щодо інших громадян КНР у складі російської армії з іменами, прізвищами та описом конкретних шляхів потрапляння таких солдатів в російський окупаційний контингент.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каналами ми доведемо необхідну інформацію до китай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І, звісно, до кожного у світі, хто чув, як в Пекіні говорили, що не можна розпалювати цю війну ще більше і розширювати її масштаб. Залучення ще й громадян Китаю у цю війну – це точно розпалення більшої проблеми. І на це потрібно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инципово реагувати. Посилювати окупаційний контингент і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мир – це взаємовиключні речі. Очікуємо також і на принциповість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принциповість в підтримці України. 面对泽连斯基的质问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也就是说，泽连斯基的认为大国的官方是知道这一切，那么你政府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对吧？这个俄罗斯跑到你大国去招募士兵，也就是你政府没有去阻拦，没有不作为。泽连斯基说我认为我们会给记者机会与他们交谈，也就是跟那个2个战俘我认为这是合适的。据我们所知，他们比朝鲜战俘更健谈。朝鲜战俘那当然啥话也不说不敢说
因为他们毕竟还有软肋啊，对吧？留在朝鲜国内，司令官还拿着他们的家人。大国的这公民，反正他不在乎，也没人派他去啊，是他自己要去啊。关于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还是支持俄罗斯，这个在大国啊已经是非常白热化，不仅是线上啊，这线下更残忍。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啊，说俄乌战争打到了大国安徽无为，无为就是那个巢湖边上，也就是属于马鞍山，无为的板鸭很出名的啊。怎么回事呢？2025年4月9号，安徽无为发生单街杀人案，受害者抖音博主网叫参头五节微货，到什么程度啊？也就是这个抖音的博主啊，他的头被砍下，原因竟然是因为和朋友聊俄乌战争发生口角，被朋友砍死，尸首分家，太残忍，太血腥。但是这是网上传言的啊，不太知道是真假，对吧？为了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俄罗斯，都已经到这程度了。这泽连斯基啊，对吧？也不要过于执着啊，对吧？这个人已经落到乌克兰人的手上，你好好去盘问，对吧？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大国组织的，那就没有办法。说实话，这大国他也没办法阻止啊，你跑到俄罗斯当雇佣兵呢。当然了，泽连斯基希望是大国要跟俄罗斯施压，对，就是让俄罗斯，对吧？你不准在大国招这个士兵，就像那个去年那个穆迪啊，跟那个普京，对吧？直接要人，说我们的人被俄罗斯骗了，骗去之后，然后到前线打仗。但是这种事情你要一次可以，你后面再要，你说不过去啊。因为你看啊，你又不能说对俄罗斯说这个就不准公民到俄罗斯去旅游，你这做不到吧？只要你允许老百姓到俄罗斯旅游，那你就管不住他，他到了俄罗斯之后你就失控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对吧？这是个人行为。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冯德莱恩呢，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星期二不是打了电话吗？然后他这个新闻处啊就把这个电话内容披露了，说啊，冯德莱恩主席重申欧盟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并强调任何和平条件都应由乌克兰来决定。他邀请大国加紧努力，为和平进程做出重要贡献。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欧盟啊邀请大国为和平进程做出贡献，这个冯德莱恩自己说的，这不是开玩笑的。然后大国呢在前面呢不是一直说吗？支持欧盟参与谈判，也就是这个利益相关方有欧盟，欧盟不应该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你看这个欧盟和大国在这个俄乌问题上是不是一唱一和啊？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号，对吧？大国外长说了，你谈判利益相关方都得参加，欧盟当然要参加。结果冯德莱恩说啊，对吧？不管我们欧盟要参加，那大国你还得为和平进程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还要加紧努力。哎，这个信号的意思啊非常强。我们再看一个报道啊，这就更有意思了。这个4月6号的时候啊，俄罗斯的一个网站发布一篇报道，这被好事者给翻译过来啊。这个报道说什么呢？说的是大国和乌克兰之间的钢轨生意，不仅有可能对俄罗斯军队造成影响，也会为乌克兰提供外汇收入，增强其军队的作战能力。他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揭示了这一现实背后的复杂局势。乌克兰从大国进口32700吨铁轨，其中约16000吨已经完成生产，计划在4月份发货，并预计在7月到达。这对于恢复乌克兰铁路运输有着很大的意义。而这批铁轨是哪家公司中标的呢？他这个报道说啊，是中国胖钢通过其在乌克兰唯一代理商啊，也就是乌克兰公司啊，成功中标，获得了这份价值3130万美元的合同。这批铁轨一旦抵达乌克兰，会对该国的铁路运输以及后续发展产生重要意义。这什么意思？我在以前就说了，这乌克兰要重建的话，它绕来绕去绕不出大国，就是绕不开嘛。首先啊，乌克兰现在是战时状态，跟俄罗斯正在打仗，所以对乌克兰来说，这个钢轨啊就是战略物资，大国给乌克兰卖这种战略物资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武器的运输啊主要是靠铁路啊，你那个铁路老被俄罗斯人炸，你就不停的修，乌克兰到处要修铁路网，离不开这个铁轨，对吧？所以大国给他供应铁轨，实际上就是在帮乌克兰修铁路啊。这个对乌克兰的后勤运输保障，这是多么重要啊！这就是俄罗斯人为什么生气的原因，对吧？你这不就是妥妥的资敌吗？这后勤保障是最重要啊，对吧？结果你跟人家卖钢轨，乌克兰到处在修铁路，对吧？这回乌克兰人要领略到这个大基建呢，那确实你还是离不开大国啊。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俄罗斯国内现在是可以说是叫像高压锅一样，随时会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这个车臣，也是昨天啊，在车臣的阿奇科伊马尔，就是车臣的一个城市啊，一名17岁的少年袭击了2名卡德罗夫的抖音部队士兵，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但这名少年自己也当场死亡，他的尸体被拖到城市广场示众。同时卡德罗夫宣布将该名少年的全家驱逐出车臣。你看这个车臣
程啊，基本上是高压统治啊。就在这种高压统治之下，依然啊有车臣的少年袭击卡德罗夫的这个抖音部队，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现在啊像火药桶一样，也是一点就着啊。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